大家好，歡迎收睇同路點評，每日精選焦點新聞，帶你快速掌握澳洲、香港、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喇。阿爾巴尼斯試圖平息數據中心爭議。總理阿里巴尼斯將會利用星期三嘅總理會議，試圖平息各個州對數據中心開發項目實施全國性管制日益增長嘅不滿，同埋承諾新批嘅法律將會同各州嘅法規互相補充。數據中心產業嘅快速增長已經成為咗電力需求上升嘅最主要原因之一。總理將會利用國家內閣達成一個計劃，透過立法制定全國一致嘅數據中心最低義務，要求佢哋唔可以提高電價，要自己負擔基礎建設嘅成本，同埋減少用水。規則仲會要求開發商降低新數據中心對當地社區嘅影響，確保佢嘅規模適當同埋選址合理，遠離住宅、學校同埋潛在住房或者農業用地。維州州長考慮推動郊區鐵路環線。維州州長 Ben Carroll 考慮繼續推進郊區鐵路環線 Suburban Rail Loop 第一階段嘅建設，同時承諾將會將總成本降低6%。對於項目第一階段嘅範疇進行調整，負責規劃同埋交付呢個項目嘅法定機構郊區鐵路環線管理局將會被併入維多利亞州基礎設施交付管理局。呢個舉措向 Carroll 4個星期之前接任州長之前就已經進行緊㗎啦。政府喺審查完成之前唔會再簽新合約，但係強調而家有工程將會繼續進行，其中 Burwood 同 Glen Waverley 之間嘅隧道挖進工程將會繼續展開。澳洲對特朗普誓言拆散國際刑事法院表示失望。澳洲官員話，雖然聯邦政府部長對件事仲係保持沉默，但佢哋對特朗普政府持續攻擊國際刑事法院 ICC 嘅做法表示失望。喺美國國務卿 Rubio 誓言加大力度拆散 ICC 之後，澳洲政府一直喺度低調同可能成為美國制裁目標嘅 ICC 澳洲籍員工保持聯繫。Rubio 上個星期又再一次宣布話，對 ICC 院長赤根智子同埋資深檢察官 Abdullah Seer 實施新一輪制裁，理由係佢哋直接參與咗國際刑事法院指響調查、逮捕、拘留、起訴未同意接受呢個法院管轄權嘅政府官員嘅行動。美國從來未加入過 ICC， 特朗普長期嚟都對佢持公開敵意。外交貿易部發言人話，澳洲唔支持制裁國際刑事法院。歐洲聯盟上個星期亦都對此表示深感遺憾，表達咗對 ICC 堅定不移嘅支持。卡尼表示唔接受會削弱法語地位嘅美加貿易協定。加拿大總理卡尼星期一捍衛咗加拿大嘅法語文化影響力，而美國談判代表就將加拿大嘅法語視為障礙。卡尼發表咗言論幾個小時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現出無意喺爭端裏面退讓嘅態度，同時威脅要對汽車同埋卡車徵收一連串嘅全新關稅。魁北克省長期以嚟一直致力保護佢哋以法語為主嘅獨特身份，有時佢出台嘅法律會同聯邦政府同埋加拿大權利同自由憲章發生衝突。魁北克省嘅總理話，卡尼退出談判係啱嘅決定，但係呢個決定亦都引發咗加拿大政治領袖同埋評論員嘅聲明，話加拿大已經捲入咗同長期盟友嘅經濟戰裏面。紐西蘭考慮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群媒體。紐西蘭總理陸克森話將會向議會提交一項法案，用於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群媒體，並且建議對違規平台處以高達其全球營收10% 嘅罰款。法案將會要求社群媒體平台採取合理措施驗證用戶年齡，包括利用現有帳戶嘅資訊、人面識別技術同埋數位身份證明文件。陸克森解釋決定係為咗保護兒童免受有害內容、成癮性技術同埋
暫時未有能力應對嘅壓力所帶嚟嘅傷害。紐西蘭外交部長 Peters 話：澳洲嘅社群媒體禁令係一個巨大嘅失敗，並且補充唔俾兒童接觸社群媒體應該係父母嘅責任。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每日快速掌握澳洲視覺世界焦點，記得訂閱啦！我哋下次再見。